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就来看这个疫情是冲击到未少的产业，有部分的劳工即摆拢咧喊无薪假。台南市配合着政府推动防疫安心上工的计划，开出着200个课，拢是做甲防疫相关的工作，一个月会当领着薪水27808块。失定停业，这波疫情冲击未少产业，部分基层劳工休无薪假，这段时间无收入，要安怎？帮忙量体温、甲环境清洁消毒，或者是打电话关心居家检疫民众。台南市府开出200个工作课，所做拢是甲防疫相关的工作。实名登记就进出口，你要登记你的姓名，或者是宣导等各单位报上来他们需要的职缺。这工作课薪资以1个月工作176小时，1点钟158块计算，每个月大约会当领到27808块。地方自身的裁员来做好这个无薪假的这个防疫志工的这个事情。这样计划是台南创举，每一个工作课的工期是3个月，预计4月中旬公告开始应征，5月初就会当工作。无薪假或者是失业的劳工，生活上至少有一寡补贴。